新闻我是柯兴竹。节目一开始，咱赶紧来关心风台。受马娃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局伫透早有针对7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。气象局伫拄则8:40的时，嘛有针对风台上新的情形做出说明。咱来听气象局上新的预报。马娃台风移动的速度相当缓慢，因此今天它仍然位在台湾东南部的外海。气象局持续针对马娃台风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提醒大家，今天台湾各海域的风跟浪依然相当的大，而在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下，今天东北部、东部跟北部地区也会断断续续有间歇性的阵雨出现，其中在宜兰的山区有豪雨等级的降雨发生的状况。我们首先关心台风的最新动态。今天早上8点，台风的位置在鹅銮鼻东方大约430公里的海面上，而它过去移动的速度相当的缓慢，预计今天跟昨天相比会稍微加速，整体的时速会由昨天每小时大约只有4公里的时速，增进到今天大约会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往北转北北东前进，而预计到明天早上的8点，大概会来到台湾东方的外海，在日本宫古岛南方海域的这个位置。而在过去几个小时，它的强度也略微减弱，近中心风速由每小时38公尺减低到每小时35公尺，但是仍然是属于中度台风的等级，而暴风半径也还是维持300公里，因此持续对巴士海峡的东半侧以及台湾的东半部海域带来威胁。气象局也持续针对这些海域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在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下，整体的降雨，我们从雨量观测图上来看，从昨天累积到今天上午8点，在宜兰的山区已经有达到豪雨的等级，目前1天多的累积雨量大约是来到247毫米。而在邻近的台中和平以及新竹尖石山区，雨势也蛮大的。此外，在双北地区跟花东交界处也都有局部大雨出现。